請你當區區議員同我哋講下啦。有九龍城區嘅區議員啊，九龍城區議員張景勛，張景勛你好。主持好，大家觀眾大家好。你好，張景勛啊，其實而家呢，啟德郵輪碼頭呢，佢上面嗰個嘅平台花園同埋天台公園呢，你有冇觀察過大概嗰個人流狀況係點樣啊？我其實因為都過咗一段時間，咁啊，其實喺呢一個而家嗰個租務上邊呢，其實都已經係100% 嘅租出啦。所以其實喺一啲商戶嘅引流之下，即係自己嘅客戶嘅引流之下呢，其實都令到大家都有少少連帶關係。所以喺平台啊嘅花園啊，同埋喺郵輪碼頭嘅花園上邊呢，其實都多咗人嘅，係啦，咁亦都使用率啊，同埋喺呢啲商戶嘅即係做生意嘅日子咧，其實可能好似以前咁，可能一個月可能做2-3日嘅啫。咁而家都開始多咗，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即係而家郵輪碼頭公司嘅即係嘅效果，其實都即係算係做得唔錯嘅，係啊。咁啊，所以都不過當然啦，即係而家都有講到，就係嚟緊係要再做招標，咁啊可能喺即係2028年中嘅時候咧，其實就要去一個新嘅，或者用翻原有嘅承辦商啦，咁睇下大家嗰個 presentation 啦，應該係點樣。咁所以其實有新嘅指標，新嘅4個 KPI 咧，其實都根據嗰個即係郵輪碼頭嘅營運，而家都喺之前嘅 contract 都10幾年啦，咁亦都再10幾年 contract 上面有少少進步，有少少要求咧，我覺得係絕對係需要。頭先我哋都傾嗰個4個 KPI 咧，其實你自己睇翻呢個新嘅 KPI 要求咧，即係對於個營運商嚟講個挑戰性夠唔夠咧？因為你所講咧，其實而家郵輪碼頭嘅人流已經係改善咗啦。咁究竟新嘅 KPI 對於個營運商嚟講，即係下一個營運商嚟講個挑戰性夠唔夠咧？我諗未必係講緊挑戰，而我覺得係需要嘅。需要嘅原因唔係話淨係講緊即係市民需要呢個地方即係當然我哋喺跑道區嘅居民當然梗係希望郵輪碼頭區呢邊可以多啲即係新嘅商鋪啊，或者營運得再好啲。咁但係對於而家營運嘅商鋪咧，其實佢都好樂意見到呢一種指標，因為即係而家可能喺即係嗰個配套上邊啦，譬如話我哋同一啲商鋪去溝通嘅時候，而家當然即係租上邊係唔錯嘅 ，OK， 咁但係人流上面其實都始終都要靠翻自己去做引流，即係簡單講要自己嘅 fans 啊，自己 call 客過嚟去消費啊，或者係去飲食等等，其實都需要自己去做。咁但係當去到可能2028年啦，甚至乎啱啱主持人所講，可能去到31年前到，希望都可以盡快見到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時候，人流點樣 keep 住喺人流過嚟，同埋令到啲人流有興趣多啲過嚟咧？其實呢個係我諗嚟緊嗰個都係個指標裏邊一個比較重要嘅因素。咁啊，因為即係商戶都希望多啲唔係就係自己客啦，或者街客或者有興趣過嚟消費客都好緊要。咁頭先一個聽眾都有講到，就係多啲活動喺裏邊出現。其實往時咧郵輪碼頭都有好多唔同活動嘅。我知道大家都如果有留意都見到可能有啲 fashion show 啊，或者一啲唔同特別嘅一啲 private event， 就未必一啲公開嘅活動。咁所以如果能夠喺即係嚟緊嘅承辦商一次一併除咗去即係去管理翻營運翻呢個郵輪嘅數量之外，其實喺一啲公共嘅空間或者係唔係郵輪嘅一啲嘅活動啊等等，甚至乎一啲地方都可以再做多少少嘅工作，一次去做嘅時候咧，其實我睇落會有少少係拆牆鬆綁少少，因為即係你一啲地方可能有啲地方要揾康文署先至租到，咁但係又未必咁容易去批到，或者可能因為啲電嘅問題、空間安全性等等問題。但係如果能夠即係一個承辦商做晒嘅話，其實會知道原來商戶要呢啲嘢嘅人流，原來要做呢啲嘢可以引到更加多人流。打個譬如，我哋可能講話有商戶提議嘅，就係講不如喺郵輪碼頭花園上邊去做啲人寵嘅一啲市集啊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即係個 concept 係非常之好，但係往往可能當中一啲條款或者有少許困難嘅情況下咧，又未必達成到喎咁樣。所以我覺得有新嘅KPI 咧，其實係我形容為可能互相大家逼自己做咯，其實係。再做好啲啦。嗱，張景勛啊，而家呢就有啲巴士線呢就會去到啟德郵輪碼頭噶啦。咁但係你睇呢，其實交通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
維繫住啟德郵輪碼頭到底多唔多訪客呢嘅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但係呢，如果我哋睇翻啦，就係嗰個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要去到2031年呢先至投入服務。咁喺呢段期間啊，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進一步改善到嗰度嘅交通同埋帶動人流呢？咁當然31年先會有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我哋希望係能夠爭取再早多少少落實多個嘅 vendor 啦，即係承辦商再盡快起盡快用啦。咁但係亦都唔能夠話等到有一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先至話叫解決嗰邊嘅交通。咁其實而家交通係慢慢地好咗㗎啦。咁但係當然要即係多啲人住，亦都多啲誘因可能俾一啲我哋嘅巴士承辦商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去優化嗰邊嘅交通，多啲線路、多啲站、多啲班次。呢個真係對於唔係淨係郵輪碼頭嘅商戶嘅，亦都係幫緊我哋跑道區啦，同埋咧而家即係呢個嘅啟航1331嘅發展。咁咁嗰邊即係都人流都係會有嘅，因為都知道而家即係除咗破災嘅居民住喺裏邊之外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啲旅客啦，即係或者叫 backpacker 啦，佢哋會去嗰邊住嘅，即係外國人都有嘅，佢哋都比較 OK 嗰邊比較 chill 嘅氣氛去住啦。咁所以其實嗰邊嘅交通亦都會係因為啟航1331一個誘因，亦都係可以需要加強。咁所以而嗰邊將來其實都會唔淨係住嘅，而家嚟緊都會有一啲類似文化藝術嘅空間，一啲表演嘅場地。所以喺郵輪碼頭嘅一啲嘅希望往後嘅人流加強啊，附近周邊或者甚至乎郵輪碼頭區裏邊去自己舉辦一啲活動，配合翻啟航1331，甚至乎體育園一啲大型嘅活動，跑道區嘅發展，其實係絕對係對於往後新嘅承接嘅一個管理郵輪碼頭喺2028年年中後咧去做嗰4個 KPI 咧，其實係應該必須同埋係應該係要做到啦。我哋頭先咧同旅遊業界傾過啦，咁佢哋都提到咧，就話其實佢哋咧即係最重點咧就係睇有幾多郵輪會抵港嘅啫，反而附近嘅商業設施咧，即係佢哋覺得就唔係重點所在啦。咁但係亦都頭先有一啲嘅聽眾就提到即係應該要有多啲嘅活動喺啟德郵輪碼頭嗰度，甚至有啲議員就建議要有一啲主題式嘅活動啊，甚至即係轉型為 outlet 咁樣。咁我哋都想問下咧，即係喺九龍城區議會入邊咧，你哋有冇就住呢啲問題傾過，同埋有冇啲初步嘅共識喺度？我哋其實九龍城各位議員咧，當然亦都包埋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啦。其實都一直都係好有留意呢個郵輪碼頭嘅發展。咁所以我哋見到即係有唔同嘅周邊嘅設施。我諗應該咁樣講，就唔係話淨係單單即係郵輪碼頭嘅，即係頭先所講你跑道嘅甚至乎你嚟緊已經有機會做緊㗎啦。其實就係嗰個嘅自動駕駛嘅車啦，係啦，蘿蔔快去跑啦。其實呢啲其實都係駁通緊不論係啟航1331啊，跑道區嘅居民啊，同埋郵輪碼頭區嗰邊咧，去翻出邊嘅，即係其實係有唔同類別嘅配套，有可能你講緊嘅係一啲商鋪當然重要，但係交通亦都係重要。所以其實我諗要去激活翻呢個郵輪碼頭嘅經濟嘅效益咧，其實係多方面去做。咁不過我都想講就係，其實見到可能疫情後咧，我諗特別係呢段時間，其實我哋啲商戶咧，其實都感受到，亦都大家都真係見到喺而家管理情況下咧，我哋個郵輪碼頭嘅船嘅停泊咧，其實係幾唔錯嘅，係啦。咁但係只不過你話係咪每一個船，即係我哋都會曾經應該去搭過郵輪啦。咁你落船，其實喺世界各地落船之後，係咪真係會留喺裏邊去消費咧？未必嘅。咁所以要搞裏邊一啲活動，未必係 private event 嘅，可能有一啲 open public 嘅 event，寵物也好，或者係市集都好，能夠有原因令到居民去嚟呢一度咧，其實然之後喺裏邊做消費，帶旺翻即係郵輪碼頭區嘅經濟，多人亦都可以有誘因去改善交通嘅話咧，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一連串嘅一個嘅諗法嚟。好啊，多謝晒你張景勛，傾到呢一度啊。張景勛呢係九龍城嘅區議員。